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時事快靚正，我係你哋嘅主持人。如果你哋喜歡我哋嘅頻道，記得俾個 like、訂閱我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居屋2025聽日開始申請，想上車你要知呢幾件事。各位觀眾，你哋有冇等緊居屋抽籤？有冇諗過用幾十萬首期就可以做業主？機會嚟啦！房委會啱啱公布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居屋2025。將會喺聽日4月30號朝早8點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係5月20號晚上7點。今期居屋推售5個屋苑，包括啟德啟陽苑、將軍澳映輝苑、元朗匯禧苑同朗豐苑、東涌裕豐苑，合共接近7000個單位，以市價7折出售，售價最平150萬就有交易。如果你係白表申請者，承做90%按揭，最平15萬首期就可以上車。今日我哋就為大家整合咗一個居屋2025懶人包，由申請資格、入息限額、售價、按揭，到咩人會被 DQ， 一次過話你知。先講下今期居屋嘅5個新屋苑。第一個啟德啟陽苑，位於九龍啟德發展區，係市區罕有嘅新居屋項目，提供1090個單位。啟德呢個區域近年發展迅速，有港鐵站、有商場、有公園，地理位置極佳。第二個將軍澳映輝苑，位於將軍澳，提供1408個單位。將軍澳係成熟嘅社區，交通同生活配套完善。第三個元朗匯禧苑，提供820個單位。第四個元朗朗豐苑，提供1730個單位。兩個項目都喺元朗，適合喺新界西返工嘅市民。第五個東涌裕豐苑，提供1878個單位，係今期規模最大嘅屋苑。以上5個屋苑合共6926個單位，實用面積由大約281平方尺至560平方尺，間隔由開放式至2房半都有。售價方面，以市價7折出售，最平150萬，最貴480萬。如果你係綠表申請者，承做90%半按揭，最平75000蚊，首期就可以上車。白表申請者承做90%按揭，最平15萬首期。呢個價錢喺私人市場真係揾唔到。講完樓盤，講下申請資格。居屋申請分為綠表同白表兩條隊。綠表申請者主要係房委會或者房協轄下公屋住戶，以及持有有效綠表資格證明書嘅人士。簡單嚟講，只要你係公屋戶主或者家庭成員，就可以用綠表申請。白表申請者主要係私營房屋住戶或者公屋家庭成員，但唔係戶主。白表申請者需要符合入息同資產限額，而且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居於香港滿7年。無論你係綠表白表，喺申請截止日期前嘅24個月內，即係由2024年5月21號起計，直至簽訂買賣協議當日，申請者同名列申請表上嘅家庭成員都唔可以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如果你曾經喺呢24個月內簽過臨時買賣合約買樓，即使之後取消咗，都仍然符合資格申請。但係如果你而家已經有樓，就唔使諗啦。白表申請者最關心嘅一定係入息同資產限額。今期居屋白表家庭2人或以上嘅每月總入息上限係6萬港元，家庭資產淨值上限係123萬港元。單身白表申請者入息上限減半，即係3萬港元，資產上限亦都減半，即係61.5萬港元。要留意嘅係，入息限額係指每月總入息，包括工資、佣金、花紅、津貼，甚至投資收益。資產限額就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同埋任何非自住物業嘅價值。如果你嘅入息或者資產超過呢個限額，你就唔可以用白表申請。綠表申請者就冇入息同資產限額，因為公屋住戶本身已經通過咗審查。所以如果你係白表申請者，記得計清楚自己嘅收入同資產，唔好到時被 DQ 取消資格。講到 DQ， 今期居屋有4類人士係唔可以申請㗎。第一類係有條件租約住戶，呢類住戶嘅租約有特別條件，例如係過渡性房屋嘅住戶。第二類係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租住房委會過渡性暫租住屋單位嘅住戶。第三類係以類出租屋邨住戶。
第四類係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租住房協過渡性暫租住屋單位嘅住戶。簡單嚟講，如果你嘅住屋安排係暫准或者過渡性，咁你就唔可以申請居屋。另外，即使你符合申請資格，如果你重複申請，都會被 DQ，即係話你只可以選擇網上申請或者紙本申請其中一種，唔可以兩種都交。如果你係夫婦，更加唔可以分開兩份申請表交，否則一律作廢，申請費亦都唔會退還。所以大家交表之前一定要核實清楚自己嘅資格，同埋確保只係交一份表。申請方法有3種：網上申請、親身遞交或者郵寄。網上申請由4月30號朝早8點開始，你可以喺房委會指定網站填表同埋繳費。親身遞交或者郵寄就要將申請表同相關文件送去居屋銷售小組，地址係九龍橫頭磡南道3號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第1層平台。申請費方面，如果你只係申請居屋，費用係350蚊；如果你同時申請居屋同白居二，即係白表居屋第2市場計劃，費用係650蚊；如果你只係申請白居二，費用係300蚊。重要日期方面，申請期係4月30日至5月20日，攪珠即係抽籤，預計會喺2026年第2季進行；而選樓即係揀樓，預計會喺2026年第4季進行。換句話說，你而家交表要等到年尾先知道有冇得揀樓。如果你好彩中籤，揀到心水單位，就要諗按揭。根據房委會資料，居屋嘅按揭還款期最長可以做到30年，綠表申請者按揭最高可以做到9成半，白表申請者按揭最高做到9成。假設你買一個280萬嘅單位，白表申請者承做9成按揭，即係你要俾28萬首期，借252萬，以現行按揭利率大約3.5%計算，分30年還，每月供款大約係悠悠300蚊。呢個數同租樓差唔多，但係供完間樓係你㗎。另外，居屋有轉讓限制，喺買入後嘅指定年期內唔可以自由轉售，要賣翻俾房委會或者合資格嘅綠表白表人士。具體嘅限制年期要等房委會公布詳情，但係一般嚟講，頭2年只可以原價賣俾房委會，第3至第5年可以賣俾綠表人士，5年之後先至可以補地價賣俾任何人。好，總結下今日嘅話題，居屋2025聽日4月30號開始接受申請，5月20號截止。5個新屋苑近7000個單位7折出售，最平150萬。如果你係白表申請者，家庭月入6萬以下，資產123萬以下，就有機會用15萬首期上車，但係要留意4類人士會被 DQ， 重複申請亦都會被 DQ。申請費350蚊，攪珠預計第2季，揀樓預計第4季。各位觀眾，如果你等緊上車，如果你符合資格，記得準備好文件，聽日準時交表。居屋申請一向競爭激烈，成10幾20萬人爭幾千個單位，中籤嘅機會率同中6合彩差唔多，但係唔試就一定冇機會。祝你哋好運，個個都抽中。我想用一句話總結。居屋2025聽日開始申請，5個屋苑近7000個單位，白表家庭月入6萬以下，資產123萬以下可申請，最平15萬首期上車。你準備好申請未？你覺得今期居屋邊個屋苑最吸引？好啦，今日嘅時事快靚正就講到呢度，有咩意見或者想同我哋討論嘅議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多謝大家收睇時事快靚正，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